港龍小知識：預防鼠患三大招。開餐廳最怕有老鼠，唔單止搞到污糟邋遢，仲會嚇走晒啲客。首先要仔細檢查成間餐廳，特別係廚房後門、去水位同牆身裂縫呢啲老鼠最中意捐窿捐罅嘅地方。要用鋼絲絨、發泡膠呢啲防咬物料封實晒，連6毫米嘅細嘅窿都唔可以放過，因為老鼠真係可以攞咗超細嘅窿隙度捐入嚟嘅。想有效防止老鼠，最緊要斷咗佢條米路啊！第二招，管好嘅食物來源先係治本方法。餐廳一定要每日清走廚餘，用有蓋密封嘅垃圾桶，食材都要放入防鼠容器。連爐頭底、雪櫃底呢，咁容易積聚食物碎嘅地方，都要定期徹底清潔。要記住，老鼠嘅嗅覺好靈敏，淨係得一粒飯咁多嘅食物殘渣，都已經可以引到佢哋過嚟。第三招，揾專業嘅防治措施都係必不可少，因為老鼠繁殖能力真係好誇張，一對老鼠一年可以生到200隻咁多。專業滅蟲公司會設置安全嘅老鼠履站，提供度身訂造嘅方案，用環保藥劑，佢先可以真正防患於未然，同埋可以配合餐廳營業時間做服務。畢竟餐廳嘅衛生形象直接影響生意，早嘅防治先至係明智之舉。同其日日擔驚受怕驚有老鼠，不如而家就行動，俾客人一個安心食飯嘅環境啦。